跳摆以前，有一只客家后生年，他用尽一生以内世界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，他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大海，这故事原来在他的心中。突然之间，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，传到夜里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共爱的客家人，远方的故乡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，传到夜里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共爱从爱未来，远方的故乡。远方的故爱上有个条啊，对待那祖先爱高山啊，暖到那我从细到大哦，从来冇看过新戏安呢。我感觉同伊爬规戏哦，真的太过分嘞。哦，你有没听见哦？有啊，问题是，佢讲用颜色比拍条那么，那同拍条那么有乜关系呢？反正就传承啊，客家男人的正音就给头咩。同时啊，廿几几分哦，也遐尼上啦，怎我迄都迷过啦。调工用快些啦，唔爱要调试的啦。你紧张嘛该，你无言讲嘛该东西。我感觉用颜色真系种吃食呢，遇到自家唔公平人，心里很可怜哦。唔要按用讲人用眼送啦，唔就枪上都去噶，也无太骗人相看啊嘞。你相看啊，人用眼送还做做一救诶。人用眼送啊，伊买嘢唔要半条，唔要两岁，迄件去公司诶，那又讲不用就不用诶喏。佢当然希望生意做得规律，同佢天数继续下去啊。伊生意迄无规律。人用元素就参加一年嘞。我感觉充电站没压力，充电嘿，你根本就唔相信新戏，唔相信佢可以同自家公司做得好。无人无相信生意啦，头看样啊。我是报呀，我还是神嘞。你生意呢？今年为到生意的事情同来严格啊。安尼哦，那无唔好啊。戏嘛哦，也开始啊，
有生气的事情哦，不用习惯拄啊。安尼我唔好啊。多謝大家嘅聽書。有生气，有一客户按相信，虽然你风气呢。 总之吼，你能请来吃饭呐？我根本的吼送条茶米过来，也个吼咪帮伊夹起来嘅呢。用颜色啊，按年来就好诶，按客气做嘛喏。哎呦，我无同您客气啦。虽然吼我夹过来啲上面，但係吼你唔該也俾嘅茶。多謝哦。用颜色。 啊，用眼哥今日无倒不开。伊哦，带生意去看工厂啊，我看哦，无当按不要，唔会归来啊。哦，哎呀呀，我今晚不好，水流都要施压啦。反正俺两三陪我妈的事情。哎，啊，生意同用眼哥你下做了关冇？俺咩唔知啊，不过吼，夜爸吼带到人家照上照下吼，我看当中。 有条飞啦哈，不过吼，我全部都晓得吼，行开一段时间哦。哎呦，生意冇问题，叫咩我也唔喜欢听听啊。就也係冇喜歡哦，吼，咩到夜爸吼，等於吼統義工都欠哦，欠乜解喏？就係愛學啊，哦，迄家己哦，分物嘅材料啦、手工啊。 無共用嘅餐具，無共用嘅通路啊，掛喺度嘅東西哦，愛記呢。係啦，佢一行有一行嘅專業吧，那有像用眼個，唔乜解就曉得。嘅時間哦，講乜叫講無數嘢呢？哦，你真見怪緊張呢，想到吼，以後嘅人哦，按用辦過啦。 冇想到哦，人嘅用年哦，想講愛做家己啊，將將一份家己啊報出來啦。其實人嘅用年哦，怪聰明呢。係啊，用眼個本來就該要做生意啊。是我用眼說，然後喺我體白堂同所用眼過呢。睇用嚟講，買自己老公啊。迄講到人嘅老公哦，真見冇嘛嘅好險嘅啦。 錯啦，迄個啊，唔加迄個年貨順啊吼，還看是唔係聰白咁簡單咯。叫啊，貨順個對唔該好嘅呐，呢生意全部都談贏嘅呢。好彩吼，我冇教本哦，做製造嘅師傅哦，冇吼也嘅師傅吼，我按用過哦。有樣啦，做製造嘅師傅哦，冇乜嘅好嘢嘅嘢咧。 唔過我一家人吼，敷衍自豪，我感覺吼，安尼就做得嚟啦。雖然我冇考冇金磚啦，唔過啊，仲係要容易做嚟賺嘅呀。叫，你講乜解啦？我送茶米過來啊，就想愛同人好好嘅。啊，你故意同人做對係冇？用言說啊，一生先開始嘅呢。有樣啊。 迄條牌哦，也條反係唔敢講，唔過哦，伊行係真實改想同唔講啦。我認識按當然地圖啊，總吼最好同人比來比去啦。叫啊，講了做乜解啦？哎
头家娘啊，还总爱想我同伊讲，人变人啦，欠死人，大家说好脸啥咩？用言说啊，你用言讲吼，按照顾我呢，其实哦，我都一直感染才行啦。迄啦，用元素，叫佢讲的哦，迄确实的啦。再个讲啊，用言说啊，按多年了有发现到冇？做埋发生按多事情了后啊，吼，我呢还咧还唔用言说呢，所以因为看到用言个的面子啊，有一样啦。我一下讲的话吼，唔通唔入啦。不过也条法是可能个心肝度几多年的呢？哎呦，迄个大家做得安尼好好嘻嘻讲热的，唔要改好嘿，做嘛该吼，一天安尼比来比去呢。哎呦，用眼说啊，大家吼偏偏做富人家咩？你过年啊没有跳过的嘿，我都给嘛该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有冇？有冇？我呢啦，汉白吼，如果同人哋亚比啊，准到做下样的啦，憨憨啊，做过来粗粗的，大嘴骨，安尼咩怪好嘿？人家讲啊吼，人老的啊，互伊三方欠唔得啦，老本啦，吼，老盘还有老朋友啦，唔款用眼过啦，吼，同你的很多的老本了。还有人讲，佢同人家吼养的吵啦，佢最后佢跪到人身边啊。唔过啊，吼，所以欠老朋友。嘿啦，用元素，我们哦全部同当做阿姊样的，咱无希望讲大家见面就严加比赛啊。我哋啦，行拜吼，我同用人个严家的时间吼，唔做迄种人民出来啊，我吼唔会输赢钱啦。哎呦，散散了，讲你莫开嘛，快些啦，快些啦，来，啉茶，哦，来，你话讲到最早诶，唔免认得的啦。用年所带来茶，特别好食咯。没你来的呢。较脚条呀，你看行路行啊慢哈，啊，所以后生人就很用。今天，哎，贵宝，爸，来请贵宝。哎，喂，哦，看到遐洗开啊，吼，险期看家己吼，就上我水毛啦，啊，看到贵宝啊，跟毛主金去咯。贵宝，爸，你在故意啊？你的肚子痒吧？先同妈吃饭了。夜宴风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唔甘愿转嚟参加白发哦。当然有配条路做一行呢。其实唔可以好同伊俩参详啊。唔是参详的啦，你要知呢，我爸从来没啊，最近他好啲了，我做唔上啊，没到起来，专门都不卡以前家。听讲阿妈今尾请阿妈一年泡茶哦。啊？唔会吧？我妈有冇可能哦？记哦，还算记呢，伊太讲你茶米，阿妈哦怪欢喜哦。唔确定咧，阿妈看到迄阿妈，咱阿妈就甲乱想啊。唔好安尼讲阿妈好冇？不能让伊啦，阿妹冇讲唔错啊，迄年嘅花唔好相信啊。唔做嘛唔好相信。因为基本係40片檔啊，我感覺有一點改變呢。錯啦，而家條牙攏快摕嚟啦。唔好安尼講好冇？我感覺佢真係變動到啊！無天我以為安尼演員，佢冇在變看什麼啊？咁樣有可能哦。我想啊，伊天是配咧目的啦。我想講哦，伊天你透過睇一架，最重要。這邊係看什麼？伊天哪樣用嘅啦？幹呢？唔記天做過來嘅堂家安排。你有嘢問題哦，你唔好來嚟啦。伊安尼講哦，我就感覺一對不行。黑暗用嘅話，大家都好下意嘛。反正我爸同阿媽之間哦，係沒人用嘅。你要知呢，我喺我爸來嘅，我按人做嘅話，你唔好奇怪啊。
爱什么病哦？加喊你好朋友，搞就好啦。可以再同我去台北一摆无？啊，喊走去台北咯？唔好闹的啦。桂芳啊，桂芳好风的啦，冻住了。桂芳，哎呦，俺唔会摇啦。哎呦，俺没黑毛有吃饭啦，俺黑毛有同俺去米酒那边提出变数啦。伊听我去哦。吼，我此就无去生意那边了哟，当年就水都冻住啦。太家唱安尼哦，你来做唔是讲话啊？人家从头就讲啊，吼啊，好啦，好伊来啦，要再讲的啦。做弟啊，我安尼吼，一起没停头。各位，你真係喜歡做米粥哦？其实啊吼，以前我冇个感觉啦。哎呦，都强呢，好点点的要卡落几多年哈。不过也还冇穷了的啦。有嘛冇窮樣？哟，啲年客嚟到呀吼，我都搶次解冇卡窮了，佢仲個感覺幾好呢。哪會好啊？我也想到等下我洗片手就開。其實啦吼，盡量我想到講本眼能開面熟，也希望眼能有風氣啦吼，有嚟用機會事業吧。我真係搞唔清楚，當初哦，我哋做乜接受佢建議啊？但蘋果啲冇辦，因為冇條路，我考唔到，咩可以出去尋條路啊？叫伊同我天叔講啦，我出去尋條路好冇？哎呦，原來你來你去哦，就為咗講一件事情咯，係啊。阿媽吼，最重要嘅嘢嘅個性啦，我出去做條路吼，一天吼唔可以專心準備考試啦。係哦，按你講好嘅啦，我根本就唔想考。誒，唔切對哦，唔係同條工用講啊哈。所以我就唔同我天叔講啊。我也唔敢講啦。叫伊拜託啦。我之前哦，啲新戲嗰邊還有事做，一下啲我考伊冇事做，按你怪無聊呢。繼續讀書啊！吼，好考嘅話哦，做就考到誒，做嘛電腦一下。唔然哦，做嘛變來做我唔願意做嘅事情。叫伊，唔但呀，你變手煮飯，我就唔相信，唔但希望做米燒。好，佢冇窮樣啊！聽數人做工哦，同做其他事業係兩回事嘛。佢講啊吼。條工用都講過嘅啊，我特別幾成一隻間呢，我又講特別咩嗬，我富有就自己嘛。誒，我係假媽媽呢，我當然要聽書佢做面熟啊。問題係，我哋對於冇講到做面熟，從頭到尾都給旁眾人講聽聽啊。哎呦，我話講嗬，佢咩人痔瘡啊？教樣誒，我又冇教本記，我真係搶唔了得安尼按講記咧。哎呦，我哋那有講緊哦，佢因為轉亂咯吼，真是聽說我哋幾多啊？唔看，叫伊，佢哋唔同我聽書同媽講嘅話，我對佢阿痔瘡咩冇興趣，我咩要插佢嘢啦，我真係放棄。哎呦，我先要按你講法啦，閨房啊！不会吧？那你搞在一起，一天到晚带金钱过来，我想他们俩一定遇到什么问题。有啲了。我講你啲啊。係咁，你下凍咗晒面啦，講法我卡聲呢度誒。这送你的。謝謝，我買就好了，就你一個人來。怎麼樣？你還期待誰來？子靜。秀美，你來啦，我才剛做好了。
这些是桂芬做的吧？我不会做饭，试试看既然的手艺啊。好，那我吃吃看。坐啊。尚文，我不是要你带君倩一起过来吗？他去找我们这次的美术统筹啊。电话给我。真的吗？我亲自打电话给他，我就不相信我的面子不够大。明弟给你哈论散书，我要哪？桂芬，你跟君安讲什么？我要他吃饭，不要多事。盛伟，我只是想让君倩见见你，你们两个很久没碰面了吧？好吧，你试试看。喂，君倩。夜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好吧，你试试看。喂，君倩。君安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现在真的走不开，你就不要再逼我了。有事你就去吧，我这里还有的忙。刚是我们的美术统筹。好啦，我过去一下，但是我没办法待很久。刚刚是我们美国的代理商，就在前面不远，他还叫我过去。去吧，不用陪我。那我去打个招呼就回来。我听说我提过你好多次了，但是都没见到你。所以我才一定要叫你过来啊。其实桂芬一个人在台北也蛮无聊的，每天除了去美术馆以外，也没其他事可以做。其实啊，我一直觉得，如果桂芬愿意的话，可以来帮我们做这次的活动计划，跟君倩一起工作。你呀，归给我做 keep 啊，你还迟迟干嘛？你做唔得啦，我喺移民啦，快给你有啥严格，可能。哎，你们两个又在讲什么？桂芬是说，你们两个看起来就好像一对金童玉女，蛮适合的。彭太太是客家人吗？这么巧。他最近认识不少客家人，我们的美术统筹也是客家人。这么巧？是啊，而且他跟君倩认识还很传奇呢。你们什么时候回美国啊？合约不是要经过公证，不是吗？我希望他们可以留到这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再走。居然拿回来了。
奶现在在厨房，你要是想走的话，可以趁现在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我知道，要在别人面前演戏很辛苦的。但是你千万不要误会君安，他真的只是关心顺伟，所以才会。是我没礼貌才对，破坏了这一切。不过啊，你真的是个很特别的女主人。今天晚上谢谢你。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？当然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君倩，君倩，君倩走了。他身体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？家里有最便便呢。顺伟，我看他刚刚已经弄到脸色发白。我先回去了。哎，那合约的事情，等公证完之后，我会通知你的。来讲，你甲算我客厅已经过清楚的。还没有干破。那你要问你总去批评一下吧。很快吧，我就说了，他们家啊离这里很近，而且我跟他们啊没有什么话好说。那刘总呢？他跟他们还有事情要谈。你还在忙吗？伞骨还没绑好，今天可能要忙到很晚。那好啊，我可以帮你，可是你要教我说客家话。可是我只懂得怎么教人家做伞，不懂得怎么样教人家说客家话。没关系，我跟你学做伞，再慢慢跟你学客家话。好吧，我们开工。
楼梯的虫儿不是被鸟吃吗？郭德平，其实这几天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难道你还感受不到那个化学变化吗？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，没有其他意思。我不确定，我只是还有一些心理的关卡还没过。怎么了？没有事，我肚子好饿哦，我们赶快回去啦。喜欢上那个人了，但是我知道那个人永远不会喜欢我。怎么会呢？像你这样的女孩啊，很难让人不喜欢。像秀伟啊，他就对你死心塌地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很困扰。如果他没有出现，也许我已经跟秀伟结婚了。为什么事情永远无法像自己预料的一样顺利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不叫人生了。说的也是，反正啊就是这样。我喜欢他，他不喜欢我。我想离开顺伟，顺伟却不让我离开。他为什么不喜欢你？因为他心里有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人。当然了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们定情，他们相信这一生他们只有彼此，他们相信着他们一起计划未来，他们以为世界就在他们的脚下，他们以为这样就是人生，他们宿命中的人生。也许在我在爱心闪箱发现直闪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分手了，因为一些不知名的原因。假使你来这位，你做了一位，唔講係猜那嘢，我哋總會在同一片天空下。桂芬，听起来啊，这好像是会发生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的故事。但是不是每个女人都会珍惜，那就不知道了。你认为那个女人不珍惜他吗？也许人家有苦衷，也说不定啊。不管有怎么样的苦衷，都不应该。至少在我的标准里，只有3个字：不应该。我在想啊，你们家的那把伞也是他做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，反正我就是知道。世界上无可能安顿好的事情，得凭你好心的安顿，也无可能迄个做的，无可能。有一件事情哦，我一直想问呢，做乜呢？无愿意同高平子讲对苹果啲奶啊？今年呀，韩总唔得见面哦。今日又嘛个用哦，总唔得医院呢，医生亦冇见面啊。其实唔会啦。噶，乜个时节啊？哎呦，等到哦，贵分上件事，得平时也会去请佢啦。贵凤啊，那件事情哦，做冇再插袂拉啲嘛，我出事情了哈。那你上去台北啦？
不过我感觉也还爱上伊的法，嘛会听我去。你可爱，妈有骗你啦。讲话发冲啦，也还无卡都会见面说，夫人所有无错，然后你都无卡天数啦。多谢贵房，感谢马介。多谢你代替阿姊，你爱那不卡尽义务。也有蛮好感谢的，反正哦，姐，跟我也查无卡伫拄，感谢男人的命。做嘛男人一定要让事情变得复杂？做嘛男人总得想更慢人，做更慢人。做嘛？我帮你比马介啦，人人做一种人人该做的事情。人家人都做应该做的事啊。挨唔伫啦！贵房，下礼拜考试，你嘛来时间啊？贵房，贵房。哦，拿出来。莫想安多的啦，这点妈妈希望人做去做啊，做错的。不过，好啦，袂讲的，起码比当归就是安样的。好啦，加做安尼。姐，你这个我是有什么？同来向妈妈问好。你敢唔想伫得苹果雅典来？俺记你台北天发同事子呢？我唔记得嘞，好，唔等啊，我听听讲伊。太好了，像所有 detail 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，剩下就剩进场了。接下来工作就辛苦你们了。别这么说，执行长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那今天会议就到这里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去吃饭吧。亲眼看到台北市的夜景，比照片中的还漂亮。你跟刘总一起欣赏过夜景吗？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没有跟你说，我们分手了。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没有跟你说，我们分手了。那天你还去陪他的客户，我还以为……就是因为这样，那天我才这么不想去。不过还好，女主人很贴心。那你还好吧？其实这件事情早在几年前就该做决定了，只是我们一直下不了决心，反反复复。你会不会认为我是个很坏的女人？我想这就是人性吧。不见得每个爱情都一定要伟大，也不见得每个关系都要有好的结果。那你呢？
你从回忆中走出来了吗？认识你之后，我常在幻想，会不会有一天，你开口对我说，我们在一起吧。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。我有考虑过，但是我还没有找到答案。因为现在的我，不想因为某一段确定的关系而背负责任。抱歉，让你失望。你愿意当我的朋友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如果台北的夜像是一个浓妆艳抹的单身女子，那美浓的夜就像一个沉睡的母亲。各位，几分只有同讲，伊妈是有闺蜜过无？通讲啊吼，叫我同因强调啦，不算吼，我大概报的啦。各位，唔想迄一年伫台北见面的话，我用的呀。哎呦，安尼事情哦，莫拿来讲笑啦。我迄讲真的啊，我无伫开玩笑。迄讲真实的哦，到最后同伊迄阵啊，就在身边啊，起码有一个才华，啊，今年6查啊，唔好唱高分啊。甲几分这个心情咧，还有得苹果啊？哎呦，唔记要多等用的啦。我这么讲一点吼，我也唔晓讲的事情。那么跟我懂奇怪呢？恁哦，马个事情哦，拢唔同得苹果讲，安尼对伊当无公平呢。我见几分子啊，无见几分子啊，迄几来集体唔免按呢。法兄安尼讲唔好查啦，佢唔过吼。不过你唔敢讲错无？刚好就讲啊。哎呦，闺房啊，你还讲太家社会事情还唔拉倒的哦？你按两都剥夺人权呢？哎呦，无同我讲迄个贪唔实的法啦，快同讲啦，调解员有讲过的，佢最强的吼，唔要得骗，迄几分啦。佢少讲吼，几分的真实吼，同得骗在见面的法，其实会好肥啊，10分银啊，哎，多给时间，唔同佢准人用个啥啦？甲同面少输转来，拢钱拢还记啊。来年吼，我安尼做，应该也无见去现啊。哎呦呀，唔係錢的問題啦，唔用我唔掂呢。咁唔係錢的問題，係乜個問題？係錢啊！錢。你喏，特別有老問題不用到錢上面，咁你一個月，我那時才可以團圓。谢谢你闪光，愿意试试我的咖啡。我无所谓，其实喝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。顺伟，走。郭德平，我是这样对你，你又是这样对我。顺伟，你走开呀！姐姐，姐姐，你要不要走？走开！你已经伤到他，你知道吗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冠啊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姐姐，你还不赶快进去安慰他？顺伟这你唐人的花，你就看去，莫对君妾爱惜心。他们对顺伟有提过分吗？唔才，是冇才，只算向下，也系痛苦。
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在君健身上投资了多少？你投资的是钱还是感情？以后莫再有任何一起砸，出现在人面前。俊儿，你归上闺蜜过。